一档一档曲艺节目，蛮闹嘛啊！这个曲艺啊，使得观众能够小口常开。我认为这使观众大家要好好叫，能够大大叫个笑一顿。那么就要动脑筋，学点多学点知识吧。像天文地理啊，风土人情啊，或者是文艺艺术，各种的唱腔，或者各地方的方言，或者识字啊，猜美美字啊，侪要研究。开头听到还好，听到后头来不对劲啊！对个我们侪要学，啊，要学唱腔。要方言，啥个要猜慢慢子啊？搿种么小囡白相个么事呀，这个不登大雅之堂，啊是不容易个。猜慢慢子不简单个。猜慢慢子么啥个不容易呢？分明侬讲我从小就猜的，这种不稀奇，不上台面的。搿么搿能子，我有一张慢慢子拨侬猜猜看，好伐？哦，试试看。我改难一眼个。可以啊。因为我从小就猜慢慢子，我比较有经验。千条线万条线，落到湖里看不见。真正别家，这个是拿落雨已经讲明白了。千条线万条线，落到湖里看不见，已经落到湖里了，太白了。这侬讲的种么事啊呀？不上台面，不登大雅之堂。再来一张。小小瓶，小小盖，小小瓶里有荤菜，要么螺丝或者田螺。太白。这个红箱子落盖头，开来咬一口，这个是一只只个柿子。太白。爹爹是马皮，娘么红皮，养出儿子白皮上身过。啥个路道我弄不懂啊！非要自家献丑，等侬讲过这种么是不上台面的。我从小就猜慢慢吃的，几十年了，这种起码太白。那么再调一张第三么侬听了了啊？叫侬来我也来，侬不来我也不来，啥么子？侬来我也来，侬不来我也不来，打8分。侬来我也来，不来嘛大家不来。是，这种么是便当不假思索，想不要想的。这个班打8分啊！我一个人我随便打5关也可以。我一个人扑克牌自家能发来发去，一个人4个人代表都转来也可以的。一个人不想牌不可以的，班要4个人一道来的。不是打8分啊？班要2个人，侬来我也来，侬不来我也不来。搿啥么子？还是不晓得的。这只道我不大晓得。搿老一个人啦，不要老嘎嘎，晓得伐？样样侪晓得个。是。我从小就猜了。对。搿么侬第三么哪能不晓得了呢？对不起，我不够谦虚，太骄傲。没搿能样子个呀。是。侬人家眉头戳得来一塌糊涂。我不好。是不啦？打侬招呼啊！我大家老搭档了，40几年了。是。讲得下来，我做人也不好做了。好了，不要动气了啊！要动气。啥么子？搿么侬哪能不晓得呢？侬来我也来，侬不来我也不来呢。好了呀，哎呦！好了呀。搿打过招呼嘛算了，搿么啥么子？侬来我也来，侬不来我也不来。那不来。对不啦？搿老不要老嘎嘎，晓得伐？你侬哪能一而再再而三了？搿么我打侬招呼了算了，是啦。还是不晓得嘞？不晓得。搿了下趟了，不要。清清爽爽。我是骄傲，想不到侬周老师比我还要骄傲。侬来我也来，侬不来我也不来。搿么讲嘛，拨侬讲过来，搿么啥么事？侬来我也来，侬不来我也不来。
冷天辰光想手指管了，咦，清爽不啦？你这个哪能对不啦？清清爽哪爽，能欣赏呢？一侬来我也来，那么一道来呢，对不啦？呀，哎，侬不来我也不来，大家不来，对不啦？总会记得一个来一个不来，我了扎上去。哎，高，对吧？搿了一个人啦，不要老嘎嘎，晓得吧？啊，那再不能猜测喏，对吧？远看像我，近看像我，仔细看看还是像我，啥么子？这个晓得的。那娘舅，哪能娘舅呢？哎，三代不出九家门啊。我没娘舅的了。哦，老老师，近看像侬，远看像侬，仔细看看还是像侬。弄一张照片，照片平面的，我立体的；照片细的，我人画的。你根本啥么子了？远看像我，近看像我，仔细看看还是像我。哎，啥么子啊？是杨囡囡。哪能因为人家讲我这面孔像杨囡。操！刚难看个面孔像杨囡囡的。搿了随便啥事体啦，晓得伐？好好教要向人家学习，要穿了前头。对。这懂么就懂，不懂么就不懂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对。是吧？三层营必有我师，五步之内必有芳草。对。是不啦？搿真是老嘎嘎，我才晓得的。好了呀，哎哟，我哪能又要来弄这个人反复复的啦？真是黄毛皮太血水皮干，奶臭皮干，简直像块臭豆腐干。啊！要是要拿我磨得了狗血喷的了，阿拉我现在弄得了比臭豆腐干了。哎，想不到侬会得搿能样子骄傲了。哎，介许多年数，拍40几年日，今朝侬个人完全得平常变脱了了。我弄不懂了。对。侬平常邪气谦虚。对，叫我对不起。今朝侬个人，哎呀，请侬原谅。哎呀，我这个呢自家毛病，搿拉请侬哩多帮助啊，请侬多批评。侬，我现在辣高价征求意见，请侬无论如何侬向我提批评。哎，侬不要客气，侬谈谈看。那别个闲话讲转了，哎，侬真的要喊我帮助侬，喊我得侬提意见呢，我实在提不出了。讲心里闲话，侬蛮好嘛，对吧？喊我哪能提法子呢？是不错的啊。我对侬40几年老搭档了，是啊。我现在高价征求意见对吧？侬应该要向我提意见的。是呀，我实在提不出，我觉着侬平常不能做人，不能行为，蛮好的，是吧？侬现在侬这样子呢是不对的，对吧？应该帮助我，是我帮助不出。对不啦？搿我现在向侬高价征求意见，侬应该帮助我，对吧？一个人啦是搿样子的，哦，是这个小病啦发现了要成大病，对。小洞不补了，大洞我晓得，切口。我明白呀，我明白，那我帮助不出呀。等到平日膏肓，服药无药，一命呜呼，患之万矣。是呀，我晓得个呀。所以讲，侬现在只对我讲好闲话，提意见了，侬等于是一支麻痹针，麻醉我神经的心灵，啊，好像一块绊脚石，阻挡我前进的步伐。呀，侬不提意见了，侬真是看我死了，侬真是杀人犯，就是刽子手了。啊！杀一心我比刽子手杀人犯上，刚刚臭豆腐现在生气生了介结棍啊！啊！无论说侬要帮助我的，侬不好看冷铺的，哦。喂，侬为了真的呢，还是假的啦？侬真的，侬向我提意见，侬无论说侬要提的。那我现在看侬诚恳倒蛮诚恳，那结果侬真正想我要等我搞一喊我等侬提意见呢，我实在提不出。那不过有一点哦，不过这个是也不成熟的啊，侬考虑考虑。我听见人家讲，就是讲周老师样样蛮好，是啥人要等侬提意见呢？侬有点听，有点听他不进，那别样不啥呀，蛮好呀，完全正确。是啊，不要。
别个闲话也要调转来。对啊，一个人呢，成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哎，搿当然。世界浪向没错误人了，事实上是没的，根本不可能的。对吧哎，？那像过去能讲，有种人被认为是错误的，但经过历史检验，实际证明他们终究是一位伟大人物。不杀其身。对吧？像古巴尼达尔文、高尔基普希金、爱因斯坦居里夫人、杰克伦敦、马克吐温、对，李时珍、邵水琴、蒲松龄、关汉卿，还有周伯成。喂，侬周伯成哪能搞得进呢？你拿我一个么就搞进去了？哎，差远了。不能同日而语啊！啥个侬周伯成搞进去？哪能不讲呢？而且阿拉这个名字叫个响亮，哦，是吧？讲名字响亮啊。哎，不要讲不一样了，报起数来，点起名来，就叫个好听，哦，哪能？是吧？搞进去叫个正当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譬如讲点起名来，哦，哎，杰克伦敦。到马克吐温到李时珍到邵水琴到蒲松龄到关汉卿到周伯成到。好吧，顺顺利利通过，对不对？哎，侬讲名字响亮，我姚木桑名字比侬好叫响亮了。姚木桑，侬不来事，侬不来事，哪能不来事？哎，侬周伯成，我姚木桑，侬搞不清个，哪能搞不清？让我搞搞看，搿么呢？帮忙来，不点起名来不好听的呀。好听啊！来，杰克伦敦到马克吐温到李时珍到邵水琴到蒲松龄到关汉卿到姚木桑。啊！侬哪能搿能样子喊的啦？无论如何，侬要帮助我，请侬提前。不是，我实在提不出呀，同志啊！大家老搭档了40几年了。是呀，侬我看了老搭档面浪，侬向我提起个，那侬真的搿能样子讲呢，我真正提不出。侬还好呀，一切蛮好呀。那就是有一点，是人家向侬提意见呢，侬应该听他不进，现场在关火，别样没啥。完全正确。哎，那别个闲话也要调转来，是吧？有种人不是提意见了，有种人啦是打击别人，抬高自家了。哎，搿种人顶秋，哎，有假提意见为名。讲不讲了好听嘞？大家40几年老搭档了。哎，谁？搿种人交关卑鄙啦！哎，搿种人啦，真是好为人师，夜郎自大，有腔滑调，玩世不恭，不识时务，不择手段，无稽之谈，无理取闹，离邻之婚，利欲熏心，真是人前背后，口是心非。两面三刀挑不离间，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造谣惑众，混世梦，煽风点火，包藏无心，好话讲尽，坏事做尽，残影来来，罄竹难书，恶贯满盈，才干万事，万人守墓，千刀万剐，要遗臭万年，当到姚木爽。哎，哈哈哈哈！侬这个啥个人啊？我弄不懂呀！啊！哦，喊我第一记弄到后头，那个大骂我一顿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侬这个啥个人啊？侬好了，不谈了。好了，走了。啥都得。做我的意思，什么子？我现在只有一句闲话。什么子？我诚心诚意。哎，侬要向我批评的。我要批评。